大家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俗语来讲，海量王溪水，这个意思就是假设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龙，老阳龙，读第五条。盲人读作灵，有人认为讲龙甲灵，一个是文音，一个是白音。某人认为讲这是方音差腔口别。龙是古早传说神异动物，头细角，有手长形，有稀兰细鸟。伫12世纪排第五。另外，甲龙形相像的物件，像讲庙会闹热电视，咱讲人龙。嘛有真侪人爱啉乌龙茶，带大家做过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起高粱，就是咱咧讲的海扫、海中、大海中。嘛有人讲是滚高粱。第二个词读做水龙车，就是有抽水喷水功能的抽水机。古早讲是水龙、水壶、水抽啊，若水龙车就是消防组车、拍水车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过去三米大地震引起起高粱，也有一寡所在发生火警，消防人员出动水龙车四界去拍火，互人认捌到大自然力量遮尔恐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龙，另外一个音读做灵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